想走趟山水與文化兼備嘅旅程，就嚟參加江西武功山高鐵循環4天團，啱晒鍾意漫遊嘅你。第一朝早喺深圳羅湖福田關口集合，搭高鐵去江西贛州西，之後轉車去吉安，約2.5小時。第一站就去盧寧文化第一村皮鼓村，青磚黛瓦間滿是古韻，仲有特色嘅蛇族高山流水宴等住你。飲酒嘅時候，仲有蛇族姑娘唱山歌。夜晚入住吉安伯爵文山酒店或同級，抖足精神準備第二日行程。第二先去江南4大古書院之一嘅白鷺洲書院，走喺千年書院嘅石板路上，彷彿聽到從前嘅讀書聲。之後去江西第一村青源山，靜居寺嘅紅牆、陽明書院嘅木構，都係歷史嘅印記。仲有中國進士文化院，感受古代科舉文化嘅魅力。夜晚可以去能仁巷治理晚餐，試下盧寧風味小食。第三出發去國家地質公園楊思墓，呢度嘅雲海簡直係人間仙境，盤土西、石筍峰、臥虎石個個形態逼真。仲有野牛瀑布帶來谷嘅青龍瀑、月光瀑，流水潺潺超治愈。夜晚入住武功山名園溫泉度假村，仲包一次富西溫泉浸泡，浸完消除晒一日疲勞，超舒服。第四先去中國5大古城之一嘅贛州古城，摸住千年磚牆，感受歷史厚重，超有特色。之後搭高鐵返深圳，約2小時，結束呢趟充實嘅江西之旅。想趁住好天氣玩轉江西山水，就快啲打報名熱線或者 WhatsApp 啦，約埋親朋戚友一齊去江西尋找山水與文化嘅雙重驚喜啦！